彰化县这各中小的营养午餐，逐工拢有菜尾，也有学生食剩的。这个物件本底是营养午餐业者爱处理，不过为着要防止非洲猪瘟，就用禁止用喷饲猪。县政府也协调清洁队代替处理。不过老师普遍讲，县政府要求学校派人对车去倒喷，是为着避免学校的喷淋到外口来的。不过老师认为讲，这不是因爱做的代志。中昼顿结束，学生将无食完的饭菜整理起来。这一盆原本是爱由团膳业者处理，彰化县府徛伫防疫通联各中小所产生的盆，由这礼拜起回收，交予清洁队带回清运。也毋过有老师部分指出，环保局规定，运送爱由老师逐日随车陪同，也爱提出证明，才会当倒喷。学校怎么会有能力做这一块？我们也没有，学校是教育单位啊。你说之前有厨房的话，有没有跟厨房还可以处理？可是现在学校都没有厨房啊。部分的老师指出，学校是教育单位，即马也爱家己喷的处理，毋但无合理，若有课阁找袂到代课老师。烦恼影响学生的受教权，也有学校表示，因为校内是委托厂商的中央厨房处理，这款的做法，毋但互学校有违约的顾虑，也爱加派人力处理。那正式上路，会尽量调配人力，避免影响学生。其他的没有，就是行政人员吧，或者是说只要是职员都可以啦。就调度一下，他也不是说天天嘛。尤其彰化市甲万林市学校较密集，也有学校烦恼清洁队若真无行，也会造成卫生问题。县府解释是要预防有人乱倒，也是路途中风落日，毋是这个学校的喷。后续我们会希望是用清运单的部分来厘清这一块，的确是学校所产出的厨余。清运单里面大概就是这个学校产出的量有多少，然后这个要有学校方面的这个确认。县府表示，考量各乡镇市清洁能力甲校区内学校数量无同，有一寡清洁队会当直接到学校载运，也是请团膳业者将喷运去清洁队指定场所集中了后，才分化处理。那学校会当要求团膳业者依照规定处理，环保局也会尊重原本的机制。央视新闻采访报道。